套，还有外套，好，还有外套，我要脱外套。好，我现在就是这样啊，你要习惯了。其实没有了，里面还有5件。奇怪，你到底是来听音乐还是看什么？哎，如果你要看拖的话，你要看拖，还要介绍你们要看拖的话，这样可能很奇怪，不想讲了啦，算了。好，刚刚，我应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今天高慧君姐姐有来哦。哇！很久之前我跟她一起拍电视剧。然后我们一起拍图腾展览展，然后电视单元剧，然后图腾没有入围，可是高慧姐姐有入围参加女主角。所以要入围一起入围嘛，很快。然后现在高慧姐姐她转型当导演，我可以吗？我刚刚那样街头艺人哦。有没有觉得我的那个表演的延展性很大？还有上一张专辑帮我编舞的老师阿哲老师在现场吗？对啊，老师谢谢，辛苦了。他是当大明星编舞，他帮我编舞的时候，可能他也听不懂阿美族语吧，他说这是哪一国的？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真的从我学生时期，然后跟我一起从事文化工作啊，很多今天其实现场很多文化工作者，他们都第一次来 Live House， 对，他们以为是夜店，还好你们没有摇头啊。好，那个姐姐她很辛苦，她前阵子也刚发了专辑，也是全母语的哦。今天刚好是她的生日，我们一起欢迎 Hello 姐姐。来，先说一下好不好？高跟鞋啊，苦情，我们就是苦情阿美甜姐弟。他刚发专辑了，然后发完专辑，然后又要忙工作，然后最近身体好不好？还好吗？很好了吗？你是喝几瓶点滴啊？我不懂啊，这么拼命，他很拼命做他母语的专辑，看就这几年真的母语专辑越来越被大家听到。可是应该有听过吧？今年大满贯的，小美啊，李导入，可是他没有来怎么办？我要打电话给他，为什么？很坏啊，Q 他。好，